好啦，跟住講美國嘅 Kubala Source 啦，簡稱 KS。好多外國嘅音響展咧，你都會見到佢嘅蹤影嘅 KS。點解？因為由呢、好似由呢、Fanstation 呢個系列啦，幾千蚊起嘅，都會有 KS 引以為傲嘅全頻提升技術。喺唔改變你套音響組合嗰個性格嘅前提之下，將你嘅組合咧全頻提升。嗱，咁依家咧，我哋香港區咧都出咗廠嘅 trade-in 嗰個計劃嘅。你買新線，喺我哋嗰個標價嘅8折度賣俾你。而5年前嘅線啦，即係如果你係5年前買嘅，我可以照翻我哋依家嗰個定價8折。依家嘅定價，即係你5年前可能係1萬蚊買嘅，而家可能係15,000蚊嗰度先。照翻15,000蚊8折，然後咧就5折回收，即係話你5年前嘅線咧，而家你想升級咧，差唔多已經係唔使蝕錢咁滯啦，仲可以買翻同廠更加高級嘅線咯，記住係會以你嘅線而家嘅定價，唔係5年前嘅定價，所以真係5年前嘅線差唔多唔使蝕就可以嚟 trade in 一條更加高級嘅線 ，KS 而家做到。Down in East St. Louis on the Kansas City line。咁另外啦 ，Fanstation 系列呢個係咧我不嬲都一直推崇佢，因為咧佢好平，幾千蚊起。咁學到電源線咁啦，佢8,000零蚊賣價，已經係全頻提升噶啦。你又係插喺你套系統度邊個位咧，佢都會好理想嘅。其實即係提升你部機嘅功力啦。8,000幾蚊，你而家睇到呢條片之後，你上嚟買 Fanstation 就 Fanstation 呢個系列，我6折俾你，6折，真係。咁就都唔使一個個好處去講啦，全頻幫你提升晒，即係將你嘅系統直接升級。咁嘅線材去邊度揾呢？嚟我輝煌就有咯。